今仔日规工拢是好天，这日头炎着爱惊雨伞地无啊加热。不过气象署也表示讲，出落来阁要变天啊，因为黄山啊雨头一阵锋面，拜三就要来，而且对于拜二半暝开始落雨的几率会豆豆变悬。拜三、拜四受到锋面影响是上介大的，爱听候到拜五锋面离开，水汽减少，这天气才会变较稳定。拜一烧热的天气，互真侪人超短短裤出来穿，甚至野伞炸日。不过气象署表示，春天的天气在变化真紧，刷落来黄霜雨头一波锋面，拜三就要来啊！拜二日时虽望和拜一平啊烧热，不过拜二下晡开始落雨的几率会豆豆啊提悬，愈晚天气是愈无稳定。那最大的降雨时间预估就是在周二的深夜，一直到周三的白天这段时间，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，水汽也是明显的增加。那预估在整个西半部及宜兰花莲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。特别留意这种锋面上都容易会有对流性的降雨出现哦，短时间内降雨强度是非常的明显，伴随雷击及强阵风。温度的部分，拜三、拜四受到锋面影响，全台湾的温度拢会降真济。上关温中南部大约27至28度，北部24度，甚至有可能搁较低。明天的话，白天各地高温还是来到30至32度。那随着明天下午过后，这个锋面逐渐的接近哦，可以看到一直到周三、周四这段时间哦，各地温度都是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，特别是在北部地区红色线。白天的高温会来到24度或以下哦，所以在一整天温度是逐渐的下降，会来到周四的清晨，最低温会来到21度左右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五锋面豆豆离开了后，虽望规工各地头也是侪云的天气，不过水汽减少，落雨会以东部和西部的山区为主，温度也会反烧热，上关温30度左右，一直到拜六礼拜透东南风，除了东部会有阵雨，其他地区拢会转做侪云到好天的天气。记者刘时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